一名4個月大嘅男嬰懷疑俾外傭叉頸同猛烈搖晃，導致腦出血抽搐，目前仍然喺兒童深切治療部留醫，情況危殆。警方喺星期日接獲沙田威爾斯親王醫院報案，話嗰名男嬰腦部同眼底出血，懷疑傷勢由外力引致，導致俗稱嬰兒搖晃症候群嘅症狀。警方經調查之後，發現佢16個月大嘅哥哥身上亦都有可疑嘅瘀傷。涉事嘅一家住喺上水蕉徑村一間村屋，2名男嬰由2名外籍傭工照顧。現階段我哋嘅調查呢，就係呢2名嘅家庭傭工係呢2個小朋友嘅主要照顧者。咁我哋係翻睇咗閉路電視嘅片段呢，亦都係能夠暫時概括得到父母當陣時係唔喺屋企嘅。咁所以我哋現階段嘅證據呢，就係指向其中1名負責照顧呢2名兒童嘅照顧者呢，嗰個嫌疑係比較大嘅。警方以涉嫌對所看管兒童或青少年虐待或忽略罪，拉咗2名分別28歲同45歲嘅外籍女傭，其中28歲女傭被落案起訴，懷疑佢曾經傷害2名男嬰。案件星期4喺粉嶺裁判法院提堂。男嬰嘅爸爸回覆我哋嘅時候就好坦白咁話，對事件感到非常痛心，希望仔仔能夠盡快康復，同時亦都希望各位僱主同家長要小心睇實自己嘅工人。